结合拄开幕的成功生活小北门店，由着南山人寿、凤凰甲的凤孝通讯处发起的募集发票救植物林的活动，15号上午伫个成功生活小北门店的周边来举行。通讯处每一位员工申请创世基金会义工的百姓，摕着发票箱，向着世界民众来募集发票，甚至沿路来发送919电子发票捐赠号码大纸。其实这个创世它已经历史悠久嘛，当初民国100年的时候，我因为单位都是年轻人我想说帮这些年轻人走入社会，帮社会多做一点贡献。但是当时我真的不知道做些什么事情，刚好想到说，创世基金会募发票这件事情，应该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可以做，所以我们从100年做到现在，一直都有在做这个。还有我们南山人寿这个大楼，我们从112年开始，我们每一季都帮创世基金会义卖。所以说每一季都会有一天的时间在这个大楼这边帮创世做义卖，帮助这些植物人帮他们做更多的事情，希望年轻人也可以加入社会。谢谢南山人寿我们的处经理跟我们的南山的伙伴，他们非常有热情，非常有爱心。那这一次呢，帮我们做街头募发票活动，10张发票就换一个尿布，对我们的植物人照顾非常大的帮助。那谢谢大家一起参与，那希望南山人寿能够继续为我们的社会做更多的贡献。创世基金会台南分院目前安养有60位的植物人，免费到处服务。台南地区嘛有将近200个个案，主要经费来自社会大众的小额捐款，甲伫发票的募集。但近年来因为千万奖金甲伫分段发票的冲击，捐赠发票的数量哪来哪减少，因此透过企业的帮助，小小的发票嘛用来串联大大的爱心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